继续来看屏东县的枋寮乡讲大喜事。讲5年前，枋寮乡的前乡长，也就是现任的县议员周碧云，伫当地开饲鸡仔场，安尼臭毛毛影响环境，在地人真不满。抗争5年，总算是接到好消息。屏东县政府已经来注销这个饲鸡仔场的登记证了。枋寮人是欢喜甲放炮啊来庆祝哦，比着乐透还阁较痛。 屏东枋寮乡民一透早就放炮啊，什么代志大家庆祝？居民当期遭受饲鸡场的臭味，想要肃一下清气空气，抗争5冬总算胜利啊！就讲乐乐养鸡场撤照啊！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阵哦，真正目屎流啊！本生活5年，嘛有作弊过完5年。 回顾饲鸡场的事件，在2014年的时阵，枋寮乡的前乡长、现任的屏东县议员周碧云，在当地有开设乐乐饲鸡场，造成环境影响，居民真不满。枋寮乡公所在2015年发文要求屏东县府废止乐乐跳舞场登记证书，却遭受县会拒绝。包括2016年农委会要求屏东县府赶紧来协办结案，但是有案无处理。今年6月，立委黄国昌直接前往监察院告发，批评屏东县政府包庇，最后伫12月11日，屏东县政府总算废止登记，注销乐乐5间饲鸡场。 大家拢介欢喜，是安尼吗？真的拢介欢喜。枋寮人的一大喜事吧，因为对枋寮居民的话来讲，是一种长期的影响，生活的品质都降低了啊。 屏东县府嘛强调，一切是依法行政，未受到政治因素影响，只希望幸福枋寮乡亲一个安宁生活。